第14课，耶稣行伫海面。有一人，耶稣的学生爱过海，去人真好天，海真静。学生讲：英人真好天，咱英人要坐船，咱英人要过海。因坐船要过海，这时有大风，海涌真大。耶稣无坐船，这时风甲海涌真大。这时真淡，这时有大风都真淡，学生真惊，因为真淡，因真惊风甲海涌。耶稣行到人车，耶稣行伫海面，学生看见耶稣行伫海面，因看见耶稣。这时真淡，总是学生有看见耶稣，因看见耶稣行伫海面，因真惊，因看见耶稣行伫海面的时。因真惊，耶稣讲：是我，毋免惊。彼得讲：互我行伫海面，互我行到你遮。耶稣讲：来，伊互彼得行伫海面。耶稣甲彼得讲：你来，你通行伫海面。彼得开始行，伊开始行伫海面，总是伊看见风真大，伊开始惊。伊开始加水甲大风，伊开始沉落去。彼得讲：主啊，救我！我开始沉落去，我要沉落去来救我！我要沉落去，我要沉落去，救我！救我！耶稣看彼得的手扶伊，彼得无沉落去。耶稣甲彼得讲：你安怎要行？你安怎无信心？耶稣甲彼得行到船车，因坐船，风静静。学生拢讲耶稣通行伫水面，伊会变阵风，伊通医治病人，伊通互五块饼变做真济块，伊通互两尾鱼变做真济尾，伊通改变海人，伊是上帝的囝。看，马太第14章第22节到第33节。